议员黄兆辉市政总质询，伊咧回答执行长黄仁勋的造型，询问市府各局处伫个 AI 应用是毋是充足，其中伫个1999市民的服务平台，甚至连智能的客服 AI 化拢无。议员认为应该加强各局处之间的资料库的整合，甲着应用，甚至提出智慧高雄结合科技公司，甲着生成式主权 AI 的推动架构。运用 AI 来改造城市，可以让高科技的产业，他们可以进到台南来，协助台南的市政的处理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雄做这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在产业的发展，其实我们已经招商了很多大厂，譬如说 AMD， 然后譬如说日商的人员，譬如说我们的这个伟创，还有我们的联咏，有些是 IC design 的那个高尖端的，然后还有呢，我们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有半导体产业链以外，还有我们智慧城市里面的云端的部分 ，data center 也会进来。北台湾、南台湾，一起共进，那各自有各自的分工，那各自要去发展各自认为重要的，那都好分进合集了。对啊，以台湾为一个整个基地来讲是不错了哈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善的地方还是很多了，好不好？市长表示，伫个智慧治理的方面。其实早伫个疫情期间，台南推出健康公照云，甲着台南打疫苗，拢有真好的成绩。而且台南嘛有半导体产业链，智慧城市嘛有配合，希望未来科技的应用会用个成为市政管理甲着民众服务的一大助力。台南新闻林彦根、杨顺怀采访报道。